我識變銀紙，變幾多任我話事。首先變嘅係美金，後變英鎊都未算遲。諗真下幾輕易，變了富裕我就有轉機。記以往嗰陣時，每日冷清捱日子，幾經艱苦仍要做個學士。我想發達橫財資，更想買樓居住，門前做個噴水池，始終有天發達了，誰敢歧視？記得當初的我一個喺小村住，平時又冇好際遇，多處不捨言，我只有死撐住，去擺街邊當賣報紙。邊個知世間何用才智？有了錢就會多多本事。我若有彩雲知，人能賺到300萬，有錢搞生意，有日領風騷，地位更高時，認真為誰我就有名聲榮譽。好彩小事立定大志，念父為教養小兒，另聘請多老師教我識字，望我他朝成大志，有出頭做個高官爵士，有多多好處。我讀過經書，吟過詩詞，認真猛了有學問，以後還錢容易。如果我識變銀紙，幾多馬仔都為我服先。可惜我夢到此，但我只能怨天意。雖則有本事，工作壓力擾亂我心思。望神仙勸令，就有可能闖出幾番偉業，就變有錢才智。